阿妹，总有一年，我要老唔讲的，也下我太花假的，也个辛苦还有价值的。 身在一片漆黑的垭口，洒下永恒真爱的火种，点亮每个需要的角落，期待被触碰。爱的诗篇，一续之恋，字句间的喜悦多甜美。爱的诗篇，幸福泉源，刻下誓言，直到永远，不熄灭。我的花，我天竺的花而已。先生相信啊，紧了下个赢，一定会感受到鬼神的这个发光发热。伊唔但抢起了摆太阳迷战最后3个日线人啊，每天出去台湾发坛啊，将来最长年无足嘅一粒神呢。 卡小生，先生啊，请有一句话，你会继续用生命的热情啊来发光发热，继续下去，莫不以团体。第17屆罗马奥运会本届亚洲天人杨传广先生以8334分拿到10项全能的运动银牌，是本届奥运历史上很好的成绩。不过遗憾的是，代表团为了抗议奥委会，请准能用台湾的名义参加，在开幕假摊开来抗议的表演，变到场上的焦点。唔见咩上课吼，你就按你硬质空间个裸女，你就唔会排泄哦。唔会啊，我想按多，我的T8看到人体素描很震撼，人体的线条很强。啊，老唔讲，我比你还震撼。T8上课吼，看到有细苗安尼整件毛作上本安尼发，印花啊就印象，相机吼，迄底下，做乜变快来啦？变快来啦！奇怪了，讲下做唔得咯。哪有上到去洗我？迄件毛作衫吼，当伊就有毛做衫。好啦，唔好讲就唔好讲。大班咯，安尼按堂小时常咧发吼，去实习完课做师专，安尼唔是好呀好。我懂你厚啊，老师都为我们好。嘿啦，上课还有裸女话题吼。吴台生，你怎么翘课走在这里啊？吴台生，你怎么会翘这一堂课？今天上人体素描，那个女的真的没有穿衣服我的意思是说哦，人体素描是很难得的课，你怎么没来上？再难得哦，说明我这次机会来的难得啊。对，你们出去散步一下，我们才刚回来，干嘛出去啊？拜托，回去一下啦。台生，你今天怪怪的哦，你干嘛一直搞我出去？钓到鱼了。交到女朋友了，术语都听不懂哦。不过交女朋友跟我们出去有什么关系？我可是邀请了半天，他才愿意来坐坐。你们在，叫很不好意思啊。在里面哦。被人笑，被房东知道会被骂。哎呦妈呀！出去怎么做人啊？只要你不说，谁会知道？学校不会记我过，房东更不会知道。其实不能害你身败名裂。哇，实在是哦。哎呦，10块。这么贵？
那20。你不拿，我拿，成交。走，我们去散步。坐哪？钱还他。走的啦，追去散步。哎，还是好好招待你的朋友哦，我们会很慢回来。拜拜。拜拜。大风吹，吹什么？吹有穿鞋子的人。好，就是你啦。好，来。大风吹，吹什么？吹有穿衣服的人。又去海洋谷。来，喝汽水。你们学校女生都好漂亮啊！你们学校是男生比较多还是女生比较多？都一样。哎，台生，你有没有看到阿江啊？怎么都没看到人啊？他好像背着八宝箱往那边去了。哦，不要管他。真给有暗堂手心肠来发，走到哪里都要去写生。你那个给他。有汽水啊，多喝点。对不起，等下今天怎么迟到了？因为我睡过头了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表姐，她叫许美雪。大家好。你好。你好，我叫陈明才，聪明的明，有才华的才。对，就看那个画，很喜欢画画。我觉得那个像水彩啊，我画参展了，对，我画参展了。哎，那你嘞？没有啊，就是兴趣。许小姐，你会不会渴？要不要喝汽水？不用，谢谢。这样啊。阿才，阿才，快，我们的组少一个男生。可是，快点啦！各位，他是阿才。阿才你好，自我介绍一下。你们好，我叫陈明才，叫阿才就好了。好，阿才你好，你好。现在我们男生女生都各有7个，那待会我教你们玩一个游戏，游戏很简单，就男生一组，女生一组，然后男生呢。小心哦！嘿，这很危险啊！哎，你还笑啊？我为了提醒你才摔倒的。ありがとう。すみません。哎，日本人ですか？说是也不是。好美哦。美在哪里？光跟色彩的变化。你懂光跟色彩？你学美术的？我只是喜欢看画的，尤其喜欢印象派的画。哎，你也知道印象派？知道啊。我表妹在找我，应该要走了。
不介意的话，先穿我的鞋子。我没有穿过男生的鞋子，很有趣。ありがとう。还会更加努力，开创梦想公园的。 那是你哦，你那有毒戒指，你那西边戒邪呀，许仙赌多那白素贞，跟赌多那东西。讲咩嘛啲东西，法刀哎呀，我命就低的哦，亚种感觉好来轻敌，冲一回啦，那边赌那高贵的故事。对啊，我问你命啊唔低啦，啊抢敌哦，啊兴趣。跟你家家有起来吧。给Yuki 上个月讲哦。做的。你也去身材有安尼前面泡泡，师傅对不对？你自己讲啊，你唱天无多年就爱的。很做的啦。唔用嘛，佢就很做的哦。 做咩冇乜嘅啊？係真冇信呐！唔過老海加必做，咁樣這個大廈叫行進來，就一定有問題。唔正經冇必殺到嘅。有唔啲喐？唔啲，就一定有哦。唔一隻個聲音吼，先唔會講罷了啦。迄個無就一定會講無，迄個唔啲吼，唔聽足吼。 就被杀到你分地，搞唔清楚的吼。讲的像你真的用。阿妹啊，拜託我無呀，咱係喺你康定做保係冇？好定吼，有冇幫踢咧？我聽講你係就冇係好做嘅。哎呦！ 很緊咯吼，調絲安尼用海上細妹啊，係咪想要叫人啊？啊，快咧！我冇問佢現在邊呢？我應該請佢下。真係冇問哦。把人家的鞋穿回來，卻又不知道人家叫什麼名字，這鞋要怎麼還呢？ 都是你啊，一直喊，害我一直就忘了吻。哎，你還怪我？你把我拉回來，哎，我連跟人家打招呼的機會都沒有，我才會被同學念嘞。誰讓你硬拉我去參加什麼聯誼活動啊？無聊死了。好啊，那就不要擦啦，反正又不知道是誰的，丟掉算了啦，丟掉算了。不行啦，說不定哪一天會碰到他。 萬一他跟我要怎麼辦？哦，喜歡人家吼，談戀愛了吼，還期待跟人家見面。哪有？你別胡說。不然我跟老闆娘講，你去參加聯誼。哎，不行，有咖那種很古板呢，被他知道我就被罵死的。 Yuki，怎麼辦？走。好，我騙他，我們進去看電影哦。好啊。Yuki，嗨，條家娘。唉，你個死玫瑰嘅，誒，挨喺入面呢，你真係咪條家娘？哎呦，條家娘躺起來。
中风神呢，唔好。唔是呢。哎，Yuki 啊，Yuki，来，我帮你量个尺寸哈，来，替你做一件新的洋装。为什么要做新的洋装啊？哎呀，我告诉你啦，我有一个客户啊，姓王，啊，他家境很好，而且他儿子很优秀哦。他下个礼拜天要请我们吃饭，所以啊。 我想说哈，给你做一套新的洋装，让你呢又美丽又有气质，哈，绝对比中国小姐还要漂亮。哦，阿妹，你又开始家婆，想去做媒人吼？冇个家婆啊，迄娘求哦，拜托我同Yuki啊去住院的冇。好啦，我不想去。啊？你不想去？ 不行啊！你不去的话，我没有办法跟你斗上交代呀。你一定要去哈！来，换过去，帮我记一下啊。来，肩宽13。13。上身12半。12半。哦，这个。 又叫强化的米线呢？俺娘要走了俩。从我该，俺要印象记，还没俺中意记，俩事件，还没真的有一见钟情呢，哪有可能啊？
曾经一摆天天的，下面唔知几个万人啊，做乜解因天胡思乱想，停唔下来呢？还在更加努力，开创梦想公园嘅。爱的诗篇，一续之恋。小干娘，有冇跟问题？真系贵哈。好，安子生哈。哎，你们回来的刚好，新衣服做好了呢。Yuki， 走到里面去试试看。走啦！哎呦，快点快点！哇，好美啊！你穿这件洋装啊，比中国小姐还要漂亮，还要有气质哎。很多起来呢。小白娘，咱们要做1两来走。哎，我们身材差不多，要不然这件给你穿。哎，喂，莫乱来哈！你啊，丈夫哦，迄有几啊相亲族的呢？谁玫瑰的？哎，你们两个最近常跑哪里去呀？就四边啊，宽天样啊，逛委托行。哦，我就知哦，你欠到一搞啦。Yuki， 以后不要乱跑了啦。早上你豆长打电话过来，我到处找不到你，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交代。豆长真是的，干嘛老是打电话来找你麻烦？不麻烦，你豆长是在关心你呀。好了，别乱想了哦。对了 ，Yuki 啊，明天的饭局啊，你要打扮得漂亮一点哦。いいですね。はい。哇，你的洋装真的很好看呢。你要不要穿？喂，你们两个好了没有？快一点呐！哎呦，我按手呢。快点啊！快一点呐！哦，快一点呐！来了，走啊，快一点。Yuki， 你怎么穿这样子？梁子呢？哎，你穿做嘛干啦？好出来呀！看行个来人按手呢。啊！你要我做 Yuki 的丈夫呢？怎么回事啊？迄 Yuki 啦，伊就硬很来做的啊。吼，我要本人看戏，稳转了，快点啊！来不及啦，我们是知道对王先生太不礼貌了啦。可是你穿这样怎能看呢？正好考考王先生他儿子，欣赏的是人还是衣服？哎，哦，也谁玫瑰呀！我给你介绍哈，这是我哥哥的女儿啦，她叫鞋子，跟你打招呼。你好。弄成了骗死人！叫我不生气。欧巴桑，别生气啦！我怎么会不生气啊？我本来啊对王先生很尊敬的，没想到他那么浅薄，怎么可以看人家的穿着来评论好坏啊？真是狗眼看人低呀！我告诉你啊，
他要知道你爸爸在日本生意做得很大，我保证他一定后悔死了。还是我爸三厉害，知道不能先告诉他们，这些就探出他们的品性，这样就不会耽误我的终身了。我爸三，ありがとう。你这样说啊，我反而すみません呢。哦，小姑娘，迄すみません，就不用爱亮啥，了拜年啦。亚德迪哦，你亲爱搞了。好了，不要跑太远，他走啊走来，好。好，知道。亚德耶！冇都冇，你真無理咧！無理，唔係你對師太娘嘅講法，師太娘娘嘅呢？我跟娘懂通咧，說的娘嘅呢？對不起哦，他比較不會講話，不要跟他生氣。哎呦，你也是歐媽嘿娘太小氣哦。是啊，她是小姐，我是傭人。很壞呢，我一看出嚟吼，係本人仲壞嘅。我覺得吼，安妮比較好，他好不好？真的啊？這個地址在這裡附近。不遠。哎呦，哎呦，你拜年咩錢冇啦？哎呦，我又不是在地人呐，哎呦，就算我給你隔壁吼，我也不知道呢。那我帶你去好了。哎呀，好，安尼請好啦，只是吼，睇手機拍攝吼，你用完吼，將來用一下哈。歐巴桑，到了，就是這一件。情感以後呢，以後一定要介隻好老公，養隻好來太富太貴貴生意啦。我全部收下來了。這些，你有本人做文意嘛？哎呦，做文啦，要搞些啊，改模啦。你好啦，我介紹我來本人噻，來，走了啦，走啦，閒排死我睇手指啊，我來吼。老二吼冇上批啦，咁唔吼是獨定對哦。我同講吼，佢吼也吼啲台中念四川啦，佢吼以後係做先生嘅咧，唔係老我老二學咯喎，佢吼實在懂針到啦，佢從細到大吼哪種創哦，當然實使用嘅咗。巴桑不用啦。哎呦，我是洋派先啊，其實啲呀，我一喊呀了，你要多看看啦。小姐，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回去？要不然老魏跟太太會生氣的，對不對？乜解啊？本當に？本当よ。巴桑，我們應該要回去了。對不起。気をつけて。さよなら。さよなら。來吼，假石頭都暗死你姑娘哦，我係做千條嘅呐。哎呦，你唔記得問件哪一件呢？阿姐，阿嫂，眼尾落去啦，攞嚟睇樹一嘅花絲啦。得嘅。
阿妹。哎呦，阿姐。哎呦，娘要来了啦！哎呦，上来就来的啊！哎呦，很难请哦。哦，很难请哦，很难请就唔是来的。干嘛？哦，好啦好啦，咪来。哎呦，我上来是来的。阿爸妹。哎呦，我老了，哎，行呀，我都富富滚呢。哇，你先坐一下，你真水不能吃。好，老的。哎，做得了。我还老到吼，人家味吼，阮妹都抢猪粮呀。阿妹，这吼阿酱哦，较要整理啦，我同伊学的呢。哦，对哦，厉害啦。阿妹，啊。有尿吗？冇样，那你要吃得掉。哎呦！哎呦，阿妹，有事哦，小心老外讲就好的啊，唔是当来啦。哎呦，我就想在读书，一天都无闲的啊，我就来看啊。哎，错货才会开呢。还唔会开呢，也没哦，身体一长呐。哟，你还娘呢？我没很买新呢。啊？我有买啊。那。到哪？就阿妹，阿老唔讲哦，这油腻吼，阿酱哦是英雄救美，老海交不到下这种呢。唔该啊。遐样啦，就挨着迄了吼，拄到一个细暗妹，伊迄古装鞋坏脱的，做唔得行啊，但就老矮鞋加本钱。假今年的吼，挨就老鞋拿转来，迄鞋唔会走脱的啦。安尼哦，啊，其实啊，我有讲嘛，啊，佮加上我娘的啊，叫我做田生啊，唔会啊，啊。哎呦阿妹，免到那去啦，下头去有无嘛嘅？有嘛关系喏？佮拜托台湾几多岁数的人啊，哈，做得的呐，教伊只什么的啊，啊。还伫读书呢。佮就拄好啊，啊，唔读万事就做讨的啊，哎呦。唔说强伊只孙呢，本来那嘛，本来教呢，啊。阿妹，唔喺来台庄，叫埋拖的。哎，好，那凊彩因啦，反正唔中意啊哦，我咪无天朝中意啦。哎，我同讲哦，阿家我咪前段呢，啊，好家仔有只细阿妹带我来哦，我这样前面到哦，我同讲哦，今娘娘。哎呦，佢哦，生得又强啦，啊心肝又好，做个安尼简简单单，安尼看起来顺顺，佮一看出去吼，佮当会理解啊，啊，还同讲吼，我看起来个样相，我就请中医，以后吼，我托吼，做中医安尼，什么？对嘛？哦，做得本阿帮妹安尼说吼，一定懂赞哦吼。冇唔错。竟然无人去留校了，叫做本阿酱啊。嘿咩，我是想太慢的啦，我想到我满期的时间吼，佢就排泄走脱了呀，啊我就连个命都冇满到，很大伤啊。这个得请好哦，省事麻烦。干嘛？冇啊。还在更加努力，开创梦想公园嘅胜利。爱的诗篇，一续之恋。你很过分呢！看我被他缠住，竟然无动于衷。谁叫你那么爱多管闲事啊？所以让你尝尝热心的报应啊！既然知道他有困难，不帮忙心里过不去啊。所以人家就拿儿子来报恩了嘛，报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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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佑狗，打你呀！咪生，新摆新来地，也别无讲上，我会继续安排啊，一定会请到吼，你中意的请假啦，啊，好，嗨，小月娜娜。我爸桑，你又打电话给我多少，报告我的细节。不是报告，是讲给他知道。
我都几岁了，豆嫂还要这样你监视我？不是监视，他是关心你啦。可是我的感觉就是啊，都快不能呼吸了。啊？不能呼吸？哎呦，你们年轻人的话我都听不懂，有这么严重吗？调假娘，你啊，很多代沟。代沟？嗯。单牙头啦，代沟。刘姐，你现在一个人在台湾，住在我这里，我就要对你负责任呢。现在你豆嫂啊，最大的心愿就是帮你找一个好婆家。这件事情，我一定要帮她办到好才行啊。给好吃呢。哎呦，好食了，好食清凉食啦。以后吼阿爸每几家做一起吧，好食又强力。哎呀，哦，吃饱了，吃不下。吃饱了哈，按尼说的10粒，一粒2包啊，2元，2元呐。2元呐。 2元。对。哎呐。要钱哦。钱拿来啦。哎，你以为做乞丐不用本钱哦？你不要欺负我们阿爸没哦。什么欺负啊？要攞声音哦。给钱，给钱。钱拿了。哎，你也有吃哎。哎，给。你帮我付嘛。哦。啊，笨美，不用找了。哦，唔是找。你狗毛头啊！哈，忙会赚钱就暗会死钱哦。你要做些几辛苦人抵唔抵啊？哈？抵唔抵啊？哦，抵啦，抵啦。哎呀！收起来，收起来。甲送地位呐？哦，啊推你又会教哦，啊？哦，抵啦。笨美，那我先去洗澡。伊呀，啊唔洗好吼，做同啲sản婦不用嫉妒，啊我再落去我洗啦，啊？哦。哎呀，笨美，唔是啦，佢自家送，佢自家洗啦，唔是老米洗。安尼哦。系啊。哎，笨美，来吃啊。你去吐车的。韩早生，洗好没？快好了。哎，你阿梅很厉害吗？什么生意都能做。赚钱是他最大的兴趣。你很厉害啊，竟然可以瞒着他这么多年，他都不知道你是美术系的，将来是要当大画家的。哎呦，我也不想瞒啊，可是让他知道就引发世界大战。可怜啊！哎，不过我要谢谢你帮我隐瞒啊。还有啊，然后我还没有，明天就走了，今天晚上就忍耐一下。好，你阿梅明天就走了。嗯。哎，不能多住几天啊。哇，你不嫌他很啰嗦，然后讲话又很大声哦？才不会嘞，他在啊，你跟他才最听话，而且你阿梅还会帮我洗衣服，幸福嘞。这叫做君子报仇，3年不晚。哦，你有没有按人哦？哎，你妈的耶稣都没按太空啊！菜哦，真鲜哦。阿妹，阿妹啊，哎呦，叫我出来啦！哎呦，你唔是狗毛头吼，你sản婦哦，你要唱鹹菜歌呢，我白食我白接啦，哎呦！阿菜咧，今日呢，你喊佢來，我還沒有罵佢。有事情出去啦。實在吼，哎
款啦。我看吼，佮民众大厦吼，又毋是空嘛个东西啊。阿妹，佮民众大厦泉州的永城也毋是款啦。你讲忙啊个喏，你阿妹要讲哦。哎呦，哦，没用的啦。我摇不了，哎呦，别闹呀！哦，来，搓一下，来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你可强到的啦，我痛呢。好啦，去看医生无？看嘛个医生都有钱的嘛，去上本啊。好啦，我拢累的啦吼。哦。有较好无？哦，好啦，大丈夫，较脏的啦。哎呦。你咧发病哦？哦，佮就上摆带拄俩经营留下来个，我就凊彩病啦。哦，啊，流这么多，嘿，无法度哈。哪有啊？无啊，好到就无秘书科的。哦，佮阿琪琪哦，我带走咯，我带本娘阿琪哦，佮技术顺的到。阿妹。好啦，我就带转移啦吼，给我利用。嘿妹，你阿记吼对人安好呢，我吼带转移哦，本家给顺利搞，安尼几好呀，安尼哦，我还较省钱哦，唔是买嘛个痛的本家都是嘞。哦。哈。这样啊？喏，什么味都省钱冇食饭啊！我知道。超到哪个用的？来，做乜嘅？来拿的。哎呦，唔是啦，上摆本来请还油呢。还有拿的啦，给收费本食饭用的呀。哎呀，不买到新餐幸福，你看，做个乜个害啊？啊，当减少呢，也有30块钱哦，舒服。好啦。来老友，他不多。啊，注意，啊，记得吃饭了啊。好啦，生你的哦。听人女讲，阿妹懂硬，好钱又恶晒晒。不过爱弟阿妹迄位度掠查副卡啦，佢甘愿这个是苦，没爱本爱掉是补。阿妹，唔係講天涯兩年胎講出來，要有許多好嘅教育。我相信唔聽錯嘅親有成就嘅人啦。阿妹，雖然唔係愛花圖，不過總有一年我會老唔講嘅。阿妹。也係捱太花界，人嘅辛苦係有價值的。大家請注意，1年1度的中部美展要開始徵件了。那這是我們西畫社大展身手的好機會，然後我希望今年大家都能夠參加，然後在月底之前。把最得意的作品交出來，這是我們西畫社大展身手的好機會。太難吧，學長！現在距離月底不到2個禮拜時間呢，這時間未免太短了吧？不會啦，我們大家都畫那麼久了啊，然後應該像運動員一樣，平常練習鍛鍊，就是要隨時準備比賽，2個禮拜應該夠了。是啊，去年啊，曹生在比賽截止前3天才知道消息，隨便畫了1個晚上。就得到特選第2名。哇，沒有那麼誇張啦，我也是畫了好幾天才畫。哦，是，中部美展呢。哦，去年全校好像只有學長
一个人入学。我希望大家不要看得那么严重啦。那个2年级就要毕业了嘛，就当做是2年的学习检验。那1年级的你们就等于多了一次经验还有历练嘛，好不好？大哥，学长，喂，个子这么大，胆子怎么这么小啊？连我这个最爱翘课的人都要参加嘞，还在那边什么啊？学长说了算，赶快画不就得了？好啦，不是啦，我是想说，去一下厕所。真是。阿才嘞？啊，阿才这，看见世上滚滚嘅浪花，最閃亮嘅真情，化作喜怒哀樂春夏秋冬。